2026年7月1日每日靈修，天天讀經禱告，行在主的真道上。598聖經寶藏，每日靈修小品經文，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，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。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，都是有益的。提摩太後書3章15至16節。小故事，有一個個性十分膽怯的男孩，他的父親為了鍛鍊他，特別把這小男孩送到爺爺那裏，由那位擅長狩獵的爺爺調教他。這位老爺爺教了男孩各種的狩獵技能。有一天，生了重病的老爺爺把男孩叫到床邊，拿出一張破舊的藏寶圖，他要男孩務必找到寶藏。這個男孩費盡了千辛萬苦，總算找到了那藏着寶藏的鐵盒。打開一看，裏面是一本聖經，還有爺爺的一封信。孩子，恭喜你找到了寶藏，我年事已大，不能永遠陪在你的身邊，而這位主耶穌卻可以一生一世和你在一起，會隨時幫助你。而聖經就是最大的寶藏，要好好珍惜。默想，是的，我們所有親愛的人，總有一天會離開我們，但有一位朋友卻永遠與我們同在。主耶穌不但是救主，也是最親近的朋友，而聖經是印證耶穌的最佳讀本。禱告，愛我們的主耶穌，感謝你是我們的救主，也是我們最好的朋友，信實可靠，從不使我們失望。天父啊，感謝你賜給我們聖經，讓我們從中明白真理和教訓，引領我們走上永生的道路。求天父幫助我們，天天讀你的話語，將你的話藏在心裏，免得我們得罪你。讓我們一生跟隨你，榮耀你的聖名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